閱讀城市，葉詠詩。歡迎大家收聽呢個環節啊！呢一個環節咧叫做生活就是設計，當然就同大家介紹香港創意鬧點嘅探索啦。咁每次都會出現嘅呢，就有來自香港設計中心嘅業務發展及項目總監胡燦森先生 Roger， 你好啊！你好，大家好。咁當然除咗 Roger 之外呢，今集我哋亦都請你一位嘉賓啦，就係設計企業家同埋文化策展人黃敬先生 Ken， 你好啊！大家好 ，Hello。咁Roger 我就知道咧，DX 設計館啦嚇，你哋嘅喺深水埗一個真係創意嘅展示同埋旗艦嘅中心啦。咦，唔經唔覺原來都1週年紀念噶咯，時間過得好快係嘛？係咪都會有一啲相應嘅項目同我哋介紹下咧？係啦，因為其實我哋係啦，12月就係我哋嘅1週年啦。咁我哋都好開心，即係喺呢一年裏邊咧，其實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嘅學習，我哋做過都唔少嘅展覽啦。咁亦都透過呢一個嘅1週年咧，我哋希望可以同大家有一個 hello。咁呢個 hello 咧就我哋12月4號嘅時候咧，係有4個唔同嘅展覽咧一齊同大家亮相嘅。係。咁呢4個展覽其實某程度上咧，都代表咗我哋DX 設計館一個好大嘅理念，就係話其實我哋有向內向外，同埋亦都係有唔同層次嘅一啲嘅展示。咁所以我哋就透過呢個12月嘅4號就開始就同有呢個4個展覽啦，同埋其實我哋喺呢一年裏邊呢，都好落力咁去籌備2026年嘅其餘嘅展覽。譬如我哋有2個嘅最大型嘅展覽空間呢，其實2026年嘅展覽已經排晒㗎啦。咁另外有2個中型啦嘅展覽廳或者展覽嘅空間呢，其實佢嚟緊2026年頭嗰半年嘅展覽都已經排咗噶啦。咁我哋就希望透過呢一個12月初嘅時候，係有一個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呢一個我哋咁樣嚟緊嘅一啲嘅展示，同埋嚟緊一啲嘅展覽，同埋嚟緊呢個方向。係咁啊，話晒都叫做1週年紀念啦嚇。咁Roger 都可以介紹下你哋擺喺DX設計館嘅一系列嘅同時開幕嘅展覽，其實係咪都會有一個主題去真係橫跨咁多個嘅咧？其實個主題就係我哋叫 Vividly Hong Kong。咁意思即係話其實喺即係代表咗香港一個都好折衷嘅城市，即係話其實有好多唔同嘅範疇可以同一時間去展示香港呢個咁嘅特色。咁其實嗰4個展覽呢，其實就有一個呢，就叫做創意風格挑戰動感。咁其實呢個係同意大利合作嘅，因為我哋今年我哋嘅旗艦項目即係設計營商周啦。咁我哋嘅夥伴就係意大利。咁其實呢大半年其實我哋都同意大利繼續有啲合作，嚟緊都會有啲合作，包括我哋而家喺DX 設計館裏邊有一個展覽咧，都係同意大利合作嘅展覽。不過去到12月4號嘅時候咧，我哋有一個新嘅展覽，就係同適逢我哋啱啱完咗嘅全運會啦。咁跟住因為出年頭就係意大利嘅冬奧，咁係有一個展覽咧，係意大利嘅巡迴展，咁就係講佢哋意大利一啲嘅同運動有關嘅一啲嘅設計，咁包括一啲衫啦、一啲鞋啦、一啲襪啦、一啲單車啦，甚至乎頭盔啊諸如此類。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好應時嘅展覽。咁但係我哋當然唔係淨係同展覽外國嘅嘢啦。咁我哋其實咧，同一時間呢，我哋有一個展覽呢，就有2個相連嘅展覽嘅，就好香港啦。咁啊叫做璀璨霓虹，同埋叫光裏光外。咁一個呢，就係實體嘅展覽。咁其實呢，裏邊呢有好多大家耳熟能詳，其實喺城市裏邊即係似曾相識，其實係相識過嘅一啲嘅霓虹燈，係拆咗落嚟，但冇人見過。亦都有啲新嘅霓虹燈，係啲藝術裝置啦，應該可以咁講，就係啲新一代嘅霓虹師傅、霓虹設計師去做嘅。咁亦都有新有舊，咁再加上一啲係特登為呢個設計，為呢個展覽嚟到設計嚟到做嘅一啲裝置，可以俾人去打下卡啊，同埋去追深入咁去了解其實乜嘢係霓虹燈，有啲咩顏色啊，有啲咩嘅去做嘅係點樣去做出嚟啊，令到深入了解呢個好深入民生嘅一個文化，點樣去個設計可以帶出我哋其實我哋都市上邊啊，甚至乎一啲品牌上邊啊，一啲嘅設計理念。
咁光裏光外咧，其實就係一個你當係一個沉浸式版本啦，就係、是、我哋嗰個 The Box 裏邊一個係啦，我只可以話沉浸式。係，你會而家好多人講噶啦，沉浸式。其實你要嚟到你就知道，因為其實係有一個你當一個感受咗有4段唔同嘅講翻霓虹燈呢個技藝點樣由佢嘅歷史去到佢嘅點樣甚至有條片係講緊去一啲點樣回收一啲嘅霓虹燈，到一啲現代嘅師傅點樣去做呢個新嘅技藝技術嘅。咁所以呢個就我真係可以買一買，因為我睇過個稿，咁其實真係好沉浸式，係幾特別嘅。咁另外最尾嗰個可能我就要交俾即係我另外一個同事阿 Ken 佢講就係另外一個就係叫做呢個叫做設計引力，係講緊一個同大灣區嘅關係啦。咁其實呢4個展覽包括即係一齊去展示嘅時候，正正係展示咗個 DX 設計館裏邊一個理念，就係話其實你嚟睇展覽有好多唔同層次嘅展覽，你嚟睇展覽你可以接觸到外國，可以接觸到國內，可以接觸到香港。咁其實你可能係即係唔會諗過佢中間嘅聯繫係點樣，但係透過一啲嘅反思，透過你見到唔同嘅嘢嘅時候，你可能會自己喺腦裏面會好多唔同嘅聯繫，令到啟發咗你原來設計係可以咁樣打橫打掂，或者打斜都可以咁樣去多角度，係多角度咁樣去做一個連結咯。咁所以就係一個好立體嘅感受啦，大家就可以去即管去試下嚇，沉浸喺裡面究竟可以有啲咩啟發。咁我又問下阿 Ken 啦嚇，咁聽完 Roger 嘅一個介紹咧，你喺當中咧都有一個嘅展覽嘅項目，個主題都好有趣喎，不如你講一講啊！我哋呢個展嘅主題啦，就叫做 DX Gravity。咁其實最主要就係講緊引力，因為點解咧？因為我哋今次呢個展覽啦，最主要就係講到大灣區。咁其實大灣區啦，大家知道啦，其實就係一個9+2嘅一個組合。咁其實點解要用到引力咧？因為我哋發覺其實做咗咁多年喺設計產業裏邊，我哋發覺其實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吸引點嚇，喺唔同嘅地方，亦都喺唔同嘅作品當中。但係佢哋有陣時咧，唔同吸引嘅點同埋吸引力咧都唔同。咁所以我哋會認為一個引力，尤其是 DX 啦，我哋呢個展館作為一個引力場非常合適。咁所以我哋就通過呢一個諗法，就將佢變為一個叫 DX Gravity 嘅一個展覽會，希望可以將就係大灣區同我哋香港一個咁好嘅地方，點樣可以串聯起身？成日都話香港嘅特別嘅唔單止係地理啦，甚至文化上或者係一個配套上，或者思維模式、創意上咧，都係一個好獨特嘅存在。咁啊 Ken，你會覺得點解香港係特別適合做呢一個聯繫嘅角色嘅咧？因為咧其實本身啦，我自己喺內地發展啦嚇，都多年。咁其實咧我就會可以對於譬如香港啦到內地，尤其是喺設計產業上面佢哋嘅唔同嘅發展嘅一個有關嘅一個變化。咁我覺得好好咧，就係大灣區咧，其實你會發覺喺唔同嘅城市當中，佢有好多唔同由文化啦，到佢嘅產業啦，到唔同城市當中，可能我哋叫做唔同嘅一啲渠道銷售嘅模式啊等等。咁其實呢一個正正就係我哋喺內地成日提叫做 business model， 其實佢係一個商業模式。咁商業模式一個最成功嘅地方，其實佢要一個 close loop， 就係叫做閉環。咁所以你發覺大灣區其實到最終就係一個咁嘅串聯起身嘅一個閉環。每個城市同唔同嘅城市佢交匯之後，會有一個好好嘅效果。但係香港點解尤其是係一個好合適嘅平台咧？咁我哋休息一陣，轉頭翻嚟揭曉呢個問題啊！閱讀城市，葉詠詩。繼續生活就是設計呢個環節啦。當然香港設計中心嘅業務發展及項目總監 Roger 繼續喺度，同埋我哋今集嘅嘉賓 Ken 黃敬，設計企業家同埋文化策展人呢，同我哋介紹緊嚟緊啦嚇。12月開始呢，大家就可以喺 DX 設計館深水埗呢個好旗艦式嘅關於設計嘅地標啦，就可以睇到一系列嘅展覽啦、項目啦。咁頭先阿 Ken 就講到啦，尤其是喺你嘅策劃之下啦，你覺得即係引力呢樣嘢呢，係好適合係作為一個展示聯繫嘅一個主題。咁不如都講下啦。頭先就話香港一個好獨特嘅存在係可以做呢樣嘢。咁係你喺內地有時即係大灣區城市生活同埋工作嘅經驗呢，你點解會有呢個咁樣嘅睇法嘅呢？
因為咧香港尤其是佢嘅獨特嘅角色啦，其實我覺得尤其是係香港設計中心，因為已經係20幾年嘅一個承載嘅平台，而呢個平台佢不單止係叫做係喺一個我哋叫做內地城市裏邊係好出色，更重要佢係亞洲嘅設計嘅核心。咁所以喺呢個過程當中咧，我哋發覺有好多內地嘅設計公司啦，或者一啲品牌。其實佢哋好想出海，咁但係咧，其實內地咧，佢哋而家其實喺設計上邊啊，或者係喺商業模式嘅一啲考慮上面，我覺得都非常優秀嘅。因為裏面嘅人口基數啊，市場比較大，所以佢哋有好多叫試錯機率。但係你正真係講到要出海嘅話，其實呢一個就係我哋發覺就係好多時候佢哋未必做到呢一方面嘅串聯。我哋係啦，頭先我哋 Ken 都講啦，跟住我哋好似我哋嘅旗艦項目，即係我哋嘅設計營商周。咁其實20幾年我哋都有一個 partner country，即係唔同嘅國家嘅合作。咁其實我哋再反思翻，其實呢一個都係所謂我哋香港嘅一啲特質嚟嘅，就係話其實我哋差唔多出世就係諗下點樣可以，即係其實嗰個地方不嬲都係一個咁樣嘅交流嘅地方，連通世界嗰個世界。咁我同阿 Ken 即係最初傾呢個 project 嘅時候，有個共通點就係成日都講話我哋係超級聯繫，即係 super connected。但係其實有趣，其實我同阿 Ken 個背景都係即係做設計出身，但係喺我哋工作裏邊，喺我哋嘅好多時候，其實擔當嘅角色係一個聯繫人。因為我哋背後可以接觸到嘅嘢，即係其實知道佢嘅精髓係點樣，知道點樣去聯繫，係令到嗰件事可以相得益彰，唔係淨係話一加等於2，係一加一其實可能等於100都唔定。咁呢一個好大程度上係一個香港嘅特色，就係如果我哋真係要擔當呢個角色嘅話，其實我哋唔單止要培訓、培養一啲設計師，係點樣去再加培養一啲叫做聯繫人、聯絡嘅即係 connector 呢個角色咧。咁呢個係喺我哋希望喺呢一個呢一個咁樣嘅展覽同埋背後一啲嘅論壇啊，或者甚至乎一啲嘅去外展嘅工作上面咧，可以更加深入去探討呢個議題。係咁啊 Ken 不如都介紹下啦。今次喺 DX 設計館裏面關於引力嘅呢個主題，大家可以感受或者睇到啲乜嘢嘢咧？其實呢個引力展咧，我都會多啲咧將嗰個市場嘅考慮會放得比較重，因為其實我覺得呢個亦都係作為一個展覽啦，我哋應該要喺雙方都會睇到一啲比較有趣嘅特色。咁其實喺內地咧，好多時候咧，設計師第一件事咧，同個叫做合作方傾咧，未必係傾我嘅設計靚唔靚仔啊嗰啲咁嘅。好多時候第一件事係你點樣知道個市場需求？你係咪預計我嘅嘢可以賣到幾多？所以你會發覺點解有好多內地嘅一啲成功例子，其實好多時候會有一啲叫做好好嘅 data， 我賣得好好。其實呢一個就正同香港我哋好多設計師嘅出發點有啲唔同。所以我認為呢一個本身就係一個叫走進來走出去嘅概念。我哋點樣通過呢個展覽，等更加多香港設計師睇到，原來內地市場既然一個咁大嘅市場，我可以點樣發揮一個更商業化，而同時間將我嘅設計美學同埋一啲認知擺入去。調翻轉頭一啲內地嘅嚟到我哋 DX 展嘅睇完之後，我哋成個展館啦，我哋嘅國際化嘅一種定位同方向，佢更加有信心。未來點樣可以通過香港，通過頭先我覺得 Roger 好重要一點，我哋唔係單純叫做俾設計師一啲機會，係成個設計產業未來香港可以點樣承載到咁大嘅大灣區，以至更內地嘅唔同城市。咁我覺得呢件事就係其實非常振奮。咁阿 Ken 嘅經驗之中，應該都有好多嘅朋友同你講啦，就係話從事設計嘅行業喺內地，譬如佢哋自己都有唔同嘅專長啊、定位啊，或者個策略上面啦，佢哋期望譬如通過香港可以做到啲乜嘢嘢咧？其實咧，我發覺咧，如果你喺設計上面或者對於市場認知上面咧，其實佢哋都幾有優勢。但係你話佢真係要點樣去認識一個外地市場所需嘅一種文化啦、傳播性嘅特質啦，甚至乎就係喺語言上邊嘅一種溝通，我覺得佢哋係非常需要香港，甚至乎應該直接啲就係香港設計中心。所以當時Roger 其實提到呢一點嘅時候，所以我點解諗引力？因為我覺得其實香港設計中心包括我哋香港有太多優秀嘅嘢。非常多嘅吸引點，我哋點樣就係借助呢個 Gravity， 等佢哋一聽完之後，呢個就係大灣區引力場，將佢哋全部引入嚟，咁之後就交俾 Roger 同埋設計中心。係啦，咁反之啦，香港嘅設計行業嘅朋友又可以點樣透過呢個引力互相有一啲嘅即係嘢做到出嚟咧？其實呢個都有趣，就話其實引力呢樣嘢，如果我哋用一個比較科學去再拆解呢樣，其實我哋香港有個特別嘅優勢，其實我哋嗰個密度好高。密度好高嘅時候咧，就其實就有一個
所謂引力啦，即係 gravity 咁嚟吸引。咁其實嗰個密度高有個好處係咩咧？其實我哋內地真係嘅，佢哋嘅數據上面，佢哋嘅市場分析係超級成熟，即係成熟過我哋香港好多。因為佢背後嗰個數據化呢樣嘢好即係行咗好耐啦。但係佢哋相對嚟講，香港個密集式咧，其實係一個好好嘅市場，實體市場去做嘗試、去做測試嘅地方。同埋我哋係真係喺一個咁密集嘅地方，好快脆知道呢樣得唔得？係實體，唔係喺數據上面。我數據做咗啦。實體試一試，同埋我哋轉數快，呢樣嘢唔會可唔可以下個禮拜即刻出另外一樣嘢？咁其實呢個正正就係可以大家合作嘅空間啦。雖然有啲嘢我哋可能甚至乎打板都要上去大灣區去打板，但係呢個已經好成熟㗎啦呢樣嘢。到我哋真係即係你我諗全球都冇一個城市係香港有呢個咁嘅優勢，就係話我真係可以喺市場上面試到有啲嘢。得唔得？即刻知道，好快，好快，唔得可以再轉。咁呢個我覺得可以係一個我哋嘅，即我哋係繼續喺呢一個方向，我哋點樣用設計，我哋嘅設計師點樣去用一個咁靈活嘅手法，令到我哋可以做到呢個咁嘅角色咧。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好嘅方向。係咁啊，最後都展望下將來啊 ，Ken， 真係你會覺得啊，喺設計成個產業裏面咧，我哋講緊嚟緊將會有一個咩嘅大嘅趨勢咧？你覺得？我認為首先啦，因為國家啦，尤其是喺文創啦，同埋喺科技上面嘅發展，其實真係非常高速。咁啊，我覺得大灣區嘅組成咧，剛好就係我頭先提到嘅一個好完整嘅閉環。喺唔同嘅由我哋香港創意啦，可能譬如深圳比較注重就係科技啦，跟住到可能潮玩會比較偏東莞啦，廣州好時尚。你會發覺其實每個地方我哋整合起身就係一個好完整嘅商業設計所需求嘅每一個地方。我反而覺得就係香港有好多優秀嘅設計師，但係同時我覺得香港嘅產業啦，香港嘅唔同嘅一啲方式啦，可能更能展現嘅係幫助一個整體大灣區未來喺設計喺品牌出向上面嘅一個好重要嘅發展。咁我嘅展望未來就係大家可以更加多利用我哋嘅引力，做好最好嘅大灣區串聯，然後一齊將最好嘅品牌、最好嘅設計往外輸出。好啊，咁啊 Roger 咧，都一樣啦。其實我覺得嗱，因為我為咗少少補充就係，其實我哋呢個設計引力呢個係我哋設計中心嘅大灣區個3年計劃嘅第1年嚟嘅。咁背後除咗個展覽之外，會有一個即係向外嘅展示，可能入去國內，可能亦都去國外嘅一啲地方。咁啊，正係透過呢個平台可以將佢拉闊啲。咁出年可能嗰個就比較深入啲，去真係做一啲嘅互動啦。咁可能第3年可能真係去拆解下我哋嘅成果，去點樣去分析。咁然之後真係做一個版出嚟啦。係啦，咁啊，大家可以參考一下啦嚇。咁啊，記住12月頭開始啦，喺的設計館呢就可以感受到我哋今日介紹一系列嘅項目同埋展覽啦。咁啊，多謝晒兩位。